小欖100萬一畝嘅工業廠房買地皮送建築，如果係你嘅話，你會唔會心喐呢？嗱，最近咧就有一個朋友，佢就發咗一個中山嘅債權俾我睇，我睇咗一下，廠房嘅話咧就位於小欖工業大道附近，佔地面積係40畝，建築面積入淨嘅話咧係5萬方，1萬幾個方嘅高標準廠房，同埋3萬幾個方嘅單一層廠房。銀行評估價嘅話咧係1.1個億，債權嘅話咧就係4000萬就可以攞到手啦。咁大概係銀行評估價嘅3至到4折咁上下嘅價錢就可以攞低。佢問我可唔可以考慮，因為佢知道我舊年6月份開始就系統咁去了解不良資產啦。我話你要去做盡調，攞得盡量多嘅呢個資料，知道呢個廠房可唔可以入手。但係呢，我單從廠房交易呢個環節去同你傾一下，銀行評估價去到1.1個億，你係4000萬嘅債權，咁其中有7000萬嘅差額，你要補嘅產權過戶稅，點樣都係3000幾萬打底噶啦。我話你再計一計，仲抵唔抵？而且仲有好多需要盡調出嚟先會發現嘅風險，例如資產本身有冇瑕疵，資產嘅產權有冇問題。第二個就係司法流程去咗邊度啦，會唔會耗你好耐嘅時間。第三個，除咗銀行之外，仲有冇其他民間借貸或者其他第三方嘅債權，所有問題都要盡調過後，你先可以去做決定噶。我呢個客戶呢，我跟咗佢有3年嘅時間啦，佢最開始呢，就一直都喺發拍網上面去睇啲廠房，一直都唔落手。我話你連睇發拍廠房你都唔落手，你都左諗諗右諗諗，而不良資產仲係發拍房嘅上游，咪仲複雜咯。佢除咗你要識得廠房交易嘅流程之外，你仲要識得司法流程啦，你仲要識得財稅問題啦，仲有你仲要有資金啦，因為時間同埋不確定性會吞蝕你嘅所有利潤。所以我叫佢，我話你謹慎少少，你都係腳踏實地咁樣去睇一啲正規嘅二手廠房或者考慮產業園啦。如果你真係有資金有實力嘅話咧，你可以去考慮。但係不良資產佢真係太複雜啦，佢只係適合嗰啲有經濟實力嘅，真係對資產有研判能力嘅，而且對自己嘅風險有把控能力嘅人去買嘅。對於大多數嘅老闆嚟講，不良資產真係一個美麗嘅泡沫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對不良資產嘅睇法啦。如果你有唔同嘅睇法嘅話呢，可以喺評論區入邊我哋交流一下。